家好啊，我係九龍城嘅區議員左會堂，今日係愛進關愛隊舉辦嘅開放加油站嘅活動。喺呢度咧，我哋要向咁多位同學仔啦，咁多個家庭一齊打氣。Hello， 隊員你好啊！今次我哋準備咗好特別嘅福袋派俾小朋友，佢哋開學有原子筆啦、保暖頸巾啦，有個好靚嘅筆袋啦、文具套裝啦、環保嘅文件袋，咁希望佢哋返學有用，呢啲都係好實用嘅。真係好貼心喎，唔單止實用，而且咧仲非常之環保添。讀幾年班啊？3年班，係啊。入邊咧仲有暖粒粒嘅頸巾添。今日天氣咧凍咗好多嚇，咁啊同學仔最緊要身體健康，咁就可以咧返學讀書咧都專心啲。多謝啊，好快就升呢啦嚇！關愛隊呢個文具好實用。多謝關愛隊送2包嘢俾2個小朋友，個個都好開心啊！我哋希望每一位學童都充滿信心，學業進步，讀書聰明伶俐，快樂成長。如果你話身邊嘅朋友需要幫忙，可以聯絡我哋愛進關愛隊，免費領取一個文具福袋，迎接學業嘅進步。